你可以冇睇今屆世界盃，但你唔可以唔知道夏蘭特。你識佢可能因為，又或者今次係夏蘭特第一次登上世界盃嘅舞台。喺佢出色表現下，挪威創下咗世界盃嘅最好成績，甚至乎爆冷打敗咗巴西。論說雞精，今日用60秒同你講。夏蘭特嘅爸爸媽媽都係精英運動員，有1.95米嘅身高。你以為佢嘅成功就全部都係天俾佢咩？其實要將呢啲嘢變做身體質素，再變成佢嘅優勢，完全都係仰賴佢嘅努力。佢細個嘅時候已經好自律，成日去球場同一啲年紀比佢大嘅男仔鍛鍊球技。16歲佢就離開咗屋企，離開家鄉球會布雷納，轉投挪威超級聯賽嘅莫迪。唔單止係訓練，佢喺飲食方面都超級自律。佢認為保持強健嘅體魄係要多啲進食本地嘅優質食物。佢為咗吸收多啲嘅維他命 B、鐵同埋鎂，於是佢大量咁樣去食西方人好討厭嘅牛內臟、牛肝同埋牛心，因為佢關注嘅並唔係好唔好味，而係佢想盡量提升自己嘅身體質素。成功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，而係需要長時間嘅鍛鍊，當中需要嘅就係一顆自律嘅決心。如果作文題目係關乎於成功，艾寧夏蘭特就會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今集論說雞精差唔多，記得 follow我哋，定期有中文小知識幫你輕鬆摘星。